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小戶國際公司嘅數字人小閃，好高興可以同大家見面啊！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款科技產品，叫做銀齡守護卡。我今日分享嘅主題係銀齡守護卡，助老樂安康，口號係科技向善，普惠助老，希望通過科技嘅力量，幫大家解決生活問題，令各位老友記嘅晚年生活更加安康。我嘅分享分為3部分，首先我哋會先睇一個視頻，直觀咁了解一下銀齡守護卡。睇完視頻之後，我再帶大家進一步認識守護卡，同埋了解守護卡月費套餐嘅內容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先一齊睇翻段視頻。呢個視頻係回訪一啲正用緊守護卡嘅老友記而拍成嘅一個視頻，希望可以幫助各位老友記真實咁了解到守護卡嘅作用。你有一條社區廣播，今日天氣晴，阿叔阿婆出門曬太陽，記得將我帶喺身度喎。阿叔啊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8歲啊！呢個係老莊，成個社區入邊出咗名嘅好奇 BB。你個細路仔嚟，馬10歲啊！每日唔出嚟 City Walk 一下，周身都唔自在。老莊有啲認知障礙，周不時蒙查查。前幾日一個唔小心上錯公交，蕩失路。冇蕩失路啦，冇咩可能啦。到目前為止，我都唔會蕩失路啦。佢冇出呢啲問題啦，因為佢已經有試過2次咧，唔記得帶手機出街，都揾唔到佢。哇！我嗰時真係發晒麻，我都唔知點好。好搞笑嘅就係，我啱啱出咗宿舍門口，佢喺嗰個後邊嗰個食飯嗰度慢慢轉過嚟，買住抽荔枝。蕩失路真係心急死人。後嚟老莊喺廣醫醫院睇病嘅時候，醫生推薦咗我銀齡守護卡，結果佢第3日就坐錯公交去咗天河。咁我就睇到微信個功能裏邊會提醒話已經離開咗電子圍欄。咁我第一時間就馬上睇翻嗰個軌跡啊！我話你做咩會走咗天河？佢話我都唔知啊，點唔知都坐車坐下唔知走過嚟呢邊咁樣嘅。咁我咪指導翻佢應該點樣翻嚟咯。我都係因為呢個功能我先知道佢原來冇走失到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哇！你去天河我真係唔知點樣揾佢。好似老莊咁樣外向嘅老人，容易有蕩失路嘅問題，亦都有似范婆婆咁樣內向嘅獨居老人，年紀大咗，基礎病多，更容易缺乏安全感。突然之間身體唔舒服，成日都係啲腸胃唔舒服咧，裏邊嗰啲心臟唔舒服嘅，咁啊條腰骨又痛咁嘅，唔好瞓啊！個人啊可以頂得下咧，揾啲藥食下啦。咁啊，我藥我都唔打嘅，真係個人頂唔順啦，咁就打電話要啲仔嚟嘅啫。嗰日凌晨，社區平台突然之間接到咗范婆婆嘅電話，佢已經唔舒服到講唔到嘢。好辛苦啊，等剪下范婆婆你係咪話唔舒服啊？使唔使咧？我呢邊咧幫你通知屋企人。我哋緊急聯繫咗范婆婆嘅仔返屋企探視，唔敢想象如果范婆婆冇撥通 SOS 會係咩後果。即係平時我哋唔係話一日喺度守住佢噶，佢撳到我或者個平台接收咗，即係如果唔係咧，就要等我哋有人喺度先至知道咯。呢個係良醫，佢都有自己嘅煩惱，唔識用新科技。因為自己人幾大，一個反應就冇咁叻咯，又冇記性啦。你就喺手機揾來揾去嗰陣時，
啲隻手怕唔記得喐嚟，部手機咧又要掃二維碼咁，又先要撳數字。因為我有時係咪啊，18蚊就撳喺180，乜嘢都唔懂，唔隻眼花花咁啊望住呢個。又到我出馬啦！微信支付綁定仔女手機，設定支付額度，我嚟埋單嚇。一鍵支付，方便又輕鬆。咁啊個卡仲方便過部手機，一撳緊，咁佢就啲，唔使咁多錢俾人哋啊。以上呢啲只不過係我國幾億銀齡老人家所面臨問題嘅縮影。喺我哋日新月異嘅生活裏邊，問題、煩惱甚至危機四周圍都係。我喺度努力緊成為一個合格嘅老來伴，成為老年人同呢個世界嘅連接，亦邀請你同我一齊全方位守護佢哋嘅幸福。有好雞嘅，個個心都安樂啲啦。視頻就睇完啦，咁我哋開始今日分享嘅第二部分內容，認識守護卡。喺帶大家認識守護卡之前，我想問下大家有冇遇到過以下呢啲難題？比如遇到跌倒或者突發病嘅緊急情況下，無法快速求助，而係經常接到詐騙、推銷等陌生騷擾電話，令人非常之煩惱。三係外出時擔心走失，無法及時與家人、照顧者聯絡呢啲問題，相信好多老友記都遇到過。有咗銀齡守護卡，就可以幫大家解決呢啲問題啦。大家睇下呢兩張圖，就係守護卡嘅正面同背面啦。正面有個顯示屏同埋6個按鍵，背面有一張卡片，可以填寫上自己嘅姓名同埋家屬嘅聯絡電話。咁樣，就算我哋喺街度暈倒，有好心人睇到，可以通過守護卡聯絡到你嘅家人。銀齡守護卡有幾個特點，一係簡單易用繁雜，功能都係一鍵式操作。守護卡仲非常之輕巧，同一個雞蛋嘅重量差唔多，戴起身唔會有咩阻滯感。仲有就係佢嘅電量比較耐用，充滿一次電可以用5至7日。守護卡佢仲有以下呢啲實用功能。首先，最重要嘅就係緊急求助，遇到突發情況，長撳紅色嘅 SOS 緊急掣3秒，就可以即刻打電話去到服務平台，24小時都有人快速回應。咁點解要研發呢個功能？因為大家都知道，特別係我哋啲老友記，喺緊急情況之下，每分每秒都關乎到生命安全。呢個緊急掣只需一鍵長撳3秒就可以快速撥打求助電話，而且24小時都有在職客服快速回應，可以幫助大家爭取到更多寶貴嘅救助時間，保衛老友記嘅生命安全。佢仲有一個叫快速撥打預設電話嘅功能，守護卡上邊1、2、3個按鍵可以提前預設好電話號碼。比如可以將1號設成個仔，2號設成個女，3號設成私人醫生。當我哋需要聯繫佢哋嘅時候，只需要長撳對應嘅按鍵，一步操作就可以打到電話俾佢哋，非常之簡單方便。另外一個係防詐騙電話功能。平時我哋用開嘅智能手機，可能一日都有幾個詐騙推銷嘅陌生電話打入嚟，但係守護卡只有提前錄咗入去嘅電話，先可以同守護卡互相打電話，其他陌生電話係打唔入嚟嘅。最後仲有一個叫做消息廣播嘅功能，比如機構中心今日要同大家開個例會，或者邊日有派禮品活動，中心呢邊
就可以發送一個語音訊息去到搜狐卡呢度，搜狐卡就會自動語音播放中心嘅通知，咁樣大家就唔會錯過中心嘅通知。又比如，聽日香港會打風，或者有冷空氣，我哋會發送一啲溫馨提示俾大家，提醒大家出門注意安全，或者多着件衫，注意保暖，為各位老友記送去我哋嘅關懷。為咗更好服務同埋守護我哋嘅老友記，搜狐卡仲配套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，俾老友記嘅仔女等照顧者用。萬一嗰位老友記遇到緊急情況，方便佢哋可以通過手機實時接收到報警信息。我哋仲有一個24小時熱線服務平台，24小時都有人工值守，提供全天候嘅守護服務，全方位保障大家嘅安全。我哋嚟睇下撳咗緊急掣之後嘅守護流程。長撳緊急掣，一件求助之後，搜狐卡就會打電話到服務平台，接線員會實時接線來電，回應用戶需求。同一時間預設聯絡人手機都會收到報警提示。當服務平台了解咗各位老友記嘅需求之後，會作出相應嘅幫助同埋處理。等處理完成整件事之後，平台仲會打電話俾你嘅屋企人，告知佢整個情況，後續亦都會進行一個跟蹤回訪。緊急求助服務解決邊啲特殊問題？一個係前邊提到嘅，遇到突發意外可以快速求助；而係如果各位老友記蕩失路，又或者唔舒服到實在冇辦法準確講出自己嘅位置，呢種情況都唔使驚。因為用搜狐卡撥打緊急求助電話之後，平台會顯示有你嘅位置，仲可以幫你聯絡預設嘅聯絡人，甚至可以幫你叫救護車去到你所在嘅位置救助你。接落嚟同大家講解下俾照顧者用嘅手機應用程式有邊啲功能。通過手機，照顧者可以對我哋老友記進行位置搜索，查看老友記嘅出行路線，同埋接收老友記嘅緊急求助等告警信息。另外，就係可以設置安全圍欄。安全圍欄嘅意思係，照顧者可以通過手機設置各位老友記嘅安全活動範圍。當各位老友記離開咗設好嘅範圍，照顧者手機會收到消息提示，方便照顧者掌握我哋嘅動向。最後係邀請新成員，搜狐卡係可以俾多部手機同時綁定嘅。比如我哋老友記如果有3、4個仔女，佢哋可以同時綁定老友記嘅搜狐卡，一齊守護我哋老友記。接落嚟，我哋一齊嚟睇下今日分享嘅第3個內容：搜狐卡嘅月費套餐。搜狐卡有2個唔同嘅服務費套餐，一個係每個月138蚊嘅本地套餐，有1000分鐘通話時長；另外一個係168蚊嘅中港澳3地套餐。如果係平時鍾意去大陸、澳門玩嘅老友記，可以揀呢個中港澳3地套餐。呢個套餐包含1000分鐘本地通話時長同埋100分鐘跨境通話時長。我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各位老友記。最後祝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，日日開心。